若说着我，你请莫话走。我先介绍的我家己，我是林凯玲卫生，广州动物药大学大一附属委员卫生，专门治疗脾胃的疾病。临床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。我从来袂甲人散开药，也袂当开出贵的药，因为我会知道大家拢不容易，所以都是用最少的钱治好病。我入驻这个抖音平台呢，主要是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的人。539854是我学生的门诊。你有咩唔舒服，或者有咩检测单，拢好发过来。比如讲胃痛啊、防酸啊、拍恶啊、烧心啊，或者是小血膜啊，就遐个问题，你拢好来小哥哥找我，或者是月经不调啊，或者小朋友小血膜。生来袂干，食来袂肥，你也拢好来小哥哥问我，因为我想到潮州人都外歹珍惜不容易，大家就互相帮助。